再来看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对明仔载开始到明年3月，会来展出古早漆啊、玉啊，也有玻璃等等。除了静态文物，也有提供3D 的破链甲手环，要互人挂，互大家会当来了解古早人的生活。透过迄物件比较史前甲即卖伫我的石床体，发现3500年前台东卑南史前遗址的人类已经有种显著，而且是大规模像伫我田共款的财政形式。属当时卑南史前的人类，可能已经和东南亚史前的人类有交流，才有这款的品种。那这个形式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在台湾的其他地区就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种类。那我们现在是有在推论说有没有可能跟这个东南亚地方的一个传播是有关联性的。这是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第18月推出的新展览，运用显微镜考古的微观史观特点，透过科技的显微镜分析各种史前的文物，亲像是史前国宝玉石，甲其他国家史前玉石的成分分析，正是4000年前台湾制造的玉器已经外销东南亚，搁有2000年前铁器的时期，台湾就有玻璃珠，产地来源可能嘛是来自东南亚。推论当时的台湾甲东南亚已经有真频繁的贸易交流。这项科技考古点，民众可会使挂3D 列印的玉器和互动式的荧幕，进一步了解史前人类生活物品的运用。我没有想到在考古上面还可以碰到比较偏生物学或植物学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些结合科技，然后以及结合一些所谓的展示声光效果，那以及结合一些展示美学跟展示的这种所谓的氛围，然后带动吸引游客。史前馆整建伫去年重新开馆，到这个月是满1档。史前馆表示，未来展出的史前文物会更较好看，有更较侪和民众互动的科技，也会和其他博物馆来串联，推一套的博物馆观光旅游行程。记者综合报道。